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第二届慈善名全国手捧金球赛12月冠军出来耶！喺闽农人嘅慈善名教练去年嘅8月嘅过身过后，地方人士决定安排手捧赛来纪念伊，作上球衫，宣扬唔放弃嘅野球精神。野球一路以来被台湾看作国球。1970年代，我國喺世界手捧聯盟舉行嘅3屆野球比賽當中，使得講當年入圍打頭名額，建立被台灣人嘅認同同自信。唔過冠軍安尼嘅光榮後輩，實係經營方式嘅批評，還有個唔重視學業也得現象。到鄉下雖然個冇睇打罵球員呢，唔過想要贏拿冠軍安尼嘅想法還係冇改變。廿多年來，政府應推廣基層野球正常化、社區化，為青年呢是得快樂嘅打球嘅。唔過係社會氣氛、大環境呢個樣唔改變，為青年呢唔插素養，佢單純佢快樂嘅打球嘅，怕冇咁簡單。下晝練球時間幾到，闽農國手捧隊員約少來到闽農國中嘅運動坪，本好三副隊中嘅下練，大家出來做暖身操。我講球員有認真冇啊！我同人講排隊過練球嘅，我加嘅通咗個腳。暖身存在經過過後，才能展開正式的練習。也是10人嘅成員呢，係闽農手捧10年計劃嘅小球員。一項計劃係去年8月過身嘅慈善名教練劉本家強嘅禮物，經費由地方人士向企業募款來嘅，希望為闽農提供出棒球線數，為成員呢留喺家鄉歡喜打球嘅。韓國強調利用下課時間來練球嘅，唔影響成員嘅正常上課。闽農嘅手捧10年計劃同一般學講傳統學講嘅訓練方式冇相同。咁我講過，我哋喺下課時間能出嚟練呢，所以我哋帶出比賽人就是講，我哋報15嘅選手盡量比下雨，啊，他個有下雨比較高呢。從早晨頭7點到8點半，班本身人嚟去練打擊啊，做上腳嘅體能啊。過下晝頭下課以後4點到5點半皮。另外，我哋隔壁嘅集中，從闽農集中去練習，所以呢，見到用社團嘅方式來經營啦。來，哦，太高了，那不行，不應該，不應該，你的卡打已經夠了，拖平一點啊。喺教練嘅指導下，成員嘅基本功練習再個練習。闽農手捧成員6年人，就拿到2個高雄市代表權，韓國第1屆慈善名全國手捧金球賽嘅亞軍，成績唔會爛。教練團有一種使命感，都是一種傳下來一種使命感，所以成員呢有把許種這種穿上球衣永不放棄一種精神，有推機起來，所以呢每擺打出去打球嘅啊，都感覺成績嘛唔會差，佢2年人都打到全國賽，代表我哋高雄市去打全國賽。我哋目前有個什麼事情，就講盡量俾啲成員呢快樂去打球嘅，啊唔係講佢勉強講一場比賽一定要拿冠軍，冠軍這個比人講不用佢去搞，快樂去打這個球，不要說很忌諱說，我這場球我都要贏，我贏冇贏咗唔得人。我們是盡量是給他們是快樂去比賽，這樣而已的。來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不動。闽農手捧運作嘅模式，其實該克服一下體育素，推動基層棒球正常化、社區化，本身人呢快樂打棒球為目標。我們也希望說，讓這個我們的棒球隊的組成是社區化、生活化，啊，也就是說，這個棒球的這個活動呢、運動呢。
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变成一种文化啊。那它不是这个特殊专有的，而是就是说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说要去玩啊，要去接触，要去看，学会观赏啊，这样子。我想这样子的话呢，让它社区化、生活化，哦，那就不会说把这个棒球当做它的唯一的啦，啊，尤其我们这个学生的发展哦，必须让它多元发展。其实近几年来，大家在棒球的观念上面已经有所改变了，特别是在少棒这个阶段，大家都希望能够先让小朋友能够对棒球培养起兴趣。你要先有兴趣，然后才可以去练棒球、打棒球，再往竞技方向去发展。那其实徐生明杯的少棒赛，它也是秉持了这样一个精神，希望小朋友呢在比赛之余也能够感受到打棒球的乐趣，不要因为了打棒球而训练很辛苦，为了比赛要赢球而背负太多的压力，反而使得他们失去了对于打棒球的乐趣。大联盟的。像民农小帮安尼，新年做得欢喜强壮嘅打球嘅，教练唔是面对太多外界嘅压力，學校唔是把太多經費壓力嘅球隊，喺台灣其實並唔多。後來到屏東縣富田消防隊成軍7年，他爸有好成績。那你喜歡打棒球嗎？喜歡，因為鍛鍊自己的身體，而且在這邊可以自己獨立。球員當日下晝2點半準時練球嘅練到臨暗，教練係一定要調配，謝謝教練王子燦。你太靠近本壘板怎麼傳呢？哎，你要在前面一點才能夠傳2壘、傳3壘，你跑到這中間來攔截哦，對嗎？要那麼遠嗎？我說前面一點，聽不懂嗎？基本上現在留下的家長，他們都有共識，他也知道，他們孩子將來會靠着這樣的訓練方式，未來在美國的大聯盟或者是日本的職棒。哦，站在那邊為台灣爭光以外，他還會改變他的家庭。發手，阿棒，打左邊發手。係基層培訓棒球社選手35年嘅王子燦，佢下擺擔任少棒強棒，參加國際比賽拿到好成績，對台灣少棒培訓環境也按多年來嘅變化一定清楚。營建的時候，我們在推廣少棒球這個東西，說一定要培養他們這樣是一個職棒選手，絕對不要有這種想法。那好像現在小孩子要讓他懂棒球，棒球是什麼東西？棒球是一個集體性，一個團體嘛，哦，一個責任，哦，一個榮譽，讓他知道做一個運動員，他所要包含了很多事情，要吃苦嘛，要學習嘛，哦，都要接受。哦，這是在我這多年來30幾年來，在從基層棒球裡面發展的後段，前段當然我們大家都志在為國家榮耀，為小孩子的榮耀，然後再大家來拼嘛。然後現在這個時代已經轉變了，已經轉型了。經過時空嘅變化，台灣少棒培訓嘅概念天天嘅改變，不再係為咗贏球，就觀念調為要打要罵，不成人嘅練球。我睇農擺棒球發展，喺民族主義嘅意識下，前度嘅概念還係困難改變。呢度球隊嘅成員呢，也係還係為咗練球嘅犧牲正常上課嘅時間。嗰度學校比較大嘅推比較強咯，可能係啲專門訓練，甚至可能要上有18、15段嘅啦。很多學校的教練啊，學校校長啊，家長為了成績哈，拼命的操學生，然後不管他們的這個正常課業，這個是不好的現象。我們的學生啊，參加了學校的校隊或者是這個社團的棒球隊啊，這些必須有一些規範和限制。也就是說，每天所這個練習的時間不宜超過3小時了。他可能這個請假的時間不應該超過1個月了啊，一次請假不能超過7天。大家都不看過程，都看成果嘛。
所以当然变成教练、学校都有压力，这不可否认的。如果以我来讲，这也不能说是错了跟对。那当然你付出的比人家更多，当然相对的他的成绩就比较优秀嘛，就一定的道理嘛。整个棒球队年年都器材好顺高，爱是一头的钱，长期发展落来，如使用外界的天数。不过爱本钱么，本一刀钱么，但是如何看球队的资历同实际。一个学校里面的资历不够的时候，他搞2、3年的话，那就没办法，力不从心了。所以说实在话，学校现在说少子化嘛，财力方面上比较困难。如果快乐学棒球，我是建议大家这个去朝向乐棒球这种，因为是鼓励性质的。如果是硬底子的棒球活动，还是真的要平时多训练啊。你没有相当的体力或者是平常的训练，那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比赛的当中得到一些好的成绩。社会大众看到你美好的成绩，他当然他的资源、他的各项的帮助是不会进来的。为到爱球有好成绩，铁操练球员的情景虽然已经无按多诶，不过还是不是谈得到。其实很多优秀选手他们在国中、在高中的时候崭露头角，才会被国外的球探看中啊。可是呢，他们到了国外之后，就发现他们之前所累积下来的运动伤害，在那个时候发作了。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国中、高中的教练，他们还是认为赢球是第一要务。要赢球之后，他们才可以获得学校的认同，才可以获得一些的补助。那所以他们会不断的让很优秀的选手，也许会过度的使用。另一方面，体育署希望基层球队做得正常化、社区化。我睇面临少子化的世界，學校招生唔簡單。外配角所在嘅學校球隊唔向外請球員，實在係鐵困難。用戶田貴小組理解，也全校學生嘅62日，小幫隊球員就有4股1股，球隊做得講係維持學校唔本裁變嘅關鍵，球隊成績的表現就韓國本嘅要求。不要說你們自己玩玩就好，那玩玩大家投資這麼大的時間在裡面，為什麼讓他玩玩就好呢？還是要鼓勵他們。當然像我們讀書一樣嘛，老師都是每一個學生說，幹不能拿到最好的成績嘛。民農小幫隊強調愛歡喜打球嘅，唔求比賽輸贏。不過棒球本身就係比賽型嘅運動，成人嘅一上場，我記得唔見咩贏球，實在係天難嘅。你即係出去比賽時，我想愛拿第一名嘅。想我間學校打好成績，球隊贏球就代表其他嘛贏嘅呀。你之前付出過那個努力就值得了。打贏球會那種全隊一起開心的感覺就很好。台灣騎上國際舞台，可能棒球3冠王，提振全面自信的年代。教練打球員無拍嘅，不過睇時空轉變下，打馬訓練已經過時嘅，只係愛成人嘅真實唔插球場上嘅素養。真心快樂的打球的感覺就安難下。從過去一直延續到現在了，還是有一些地區的學校或校長或者家長的觀念就是認為玩棒球、打棒球就非得打到全國第一、世界第一，其實就是這種觀念作祟了。那但是這一種的觀念也是我們過去這個整個棒球發展過程之中，所讓他們形成的這種現象，所以，我們獎勵制度要變更，還有整個考核制度也要做變更，同時再用這種教育的方式，讓家長和這個教練知道說，你讓你的學生玩棒球，未來真的要讓他成為國際性選手，他的運動生命能夠延長。那你現在就不能夠超他，超過度了，就越讓他的運動生命越短暫。所以這一種的觀念也必須讓家長和教練知道。如果我們要改變這種方式，要各方面的配合，不是單指一個快樂學習，這樣就可以
让大家都来把棒球都是朝这方面发展。要大家社会都能够改变的时候，这个目标才能达到啊。